再来看纽西兰一个技师，去年2月驶小飞行机，头顶是有载印尼巴布亚的原住民要飞去当地山区，无想到降落以后，煞去互当地武装组织甲拔去，关禁超过1年。经过印尼甲纽西兰政府坐解交涉，总算互人放出来。 一个野顶头毛有一点仔长，穿日式色水衫的查甫人，就是受到绑票19个月纽西兰技师梅腾斯。去年2月，伊开一只小型飞行机，载5名印尼巴布亚原住民飞去巴布亚山区，所在降落了后，受到当地叛军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绑票。其5名原住民先客是互叛军释放，一直到1个月2日，叛军才释放梅腾斯。 Tadi saya telah bertemu dengan pilot Philip dan berbincang-bincang sedikit. Pada intinya, pilot Philip saat ini sangat bahagia karena dapat menghirup udara bebas setelah sekian lama ditahan oleh KKB. 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过去捌是荷兰的殖民地，在1962年，荷兰殖民政府退出了后，原本按算要独立。所在1963年，联合国想要把其中西巴布亚的主权交予印尼政府。1969年，在联合国监督一届有争议的投票了后，互并入印尼的领土。了后的50多年来，当地是一直发生冲突。主张巴布亚独立的团体甚至指控印尼政府发动种族屠杀，造成超过50万名的原住民死亡。今年38岁，梅腾斯获绑票了后，叛军要求印尼政府承认巴布亚独立。最后，在纽西兰甲印尼政府几6个月和平谈判之下，叛军才答应释放人质。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。